我们带。没有，三个有啊，三个有，我们最近有个阿妈，野家的，哪里看，哪里来把哎家多忙了，比不一多不？你看，老米我这有的，哎，这多些。Adi mah, adi dua ngapa? Dua itu kita adi kau mau lah kan ini deh. 没说呀，哪里来？先说呀，说，这把爷的，哪里有？家的，哪家的？要不就把那个肉给这两，你就搞好木火也好。哎呀，好了，再来。哎，我们来，哎呀，咱就拿来吧的。跟他上完来了。没过来，那边自己家操场了。呀，这个有呀。呀，这里没得有啊。这里电话了。来个。呀，等那今天我不是来呀。